侵中國東三省，扶植溥儀嘅偽滿洲國，達到實際上吞併滿洲蒙古嘅目的，就係以佢為代表嘅日本少壯派軍人嘅傑作。為咗發動918事變，石原莞爾專門去到中國調研咗好長一段時間，整出一份報告，叫做《關於解決滿洲問題嘅方策大綱》。以下段落摘自黨員讀物《苦難輝煌》。石原莞爾係咁樣評價中國人民同管理者嘅：從中國民眾嘅心理嚟睇，安居樂業係佢哋嘅理想，至於政治同軍事只不過係統治階級嘅一種職業。喺政治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嘅，只係租稅同埋維持治安。因此，滿清之後嘅中國係一個同近現代國家情況大不相同嘅國家。歸根到底，呢個地方不過係一個擁有自治部落嘅地區，外加一個國家嘅名稱而已。所以，中國民眾嘅國家意識無疑係好淡薄嘅。無論係邊個掌握政權、軍權，負責維持治安，都唔妨礙日本國嘅對外擴張。佢又提出七總督統治中國方案，認為日本人負責經營大型企業同從事腦力勞動，朝鮮人負責開墾水田，中國人負責從事小商業或者體力勞動。應該承認啊，呢個人對中國研究極深，對長期以嚟中國一盤散沙嘅現狀了解得十分透徹，對中國政治人物同普通民眾嘅生存邏輯同樣把握得非常到位。因為知道對手嘅弱點，於是日本侵略者就敢於賭國運，趁分裂內亂嘅機會而入侵中國。可見，假如中國唔能夠實現民族復興，上述嘅辱華觀點就會成為中國人永遠嘅宿命，永遠成為日本人任意宰割嘅豬肉同笑話。